咱5年了后，中国是搁一届开放福建人会当来咱金门旅游。伫昨早由厦门旅游协会组团前来金门3天探绿草。金门县政府今嘛表示，头一团已经提出申请啊，准讲审查会当顺利，上紧日就当来佚佗。码头有欢迎的布条啊，等待火船瓦工。中国厦门旅游协会组成采线团，18早起经过小三通来到金门水头，展开3天2夜考察。金门县副县长李文良甲县长安文典也到场欢迎。厦门基本上再加串门吧，这个厦门没有门了。热情的小出门代表两华旅游破冰李文良透露，中国和金门首发团已经提出申请，有继上建立的成型。政府的支持之下，我们希望这一个审查的这一个程序能够尽快的完成，那我们可以来迎接首发团的到来。两华小三通2020年2月因为疫情中断，虽然2023年1月已经复航，却因为中国无解禁，无看到中国旅行团。经过3关协力，即马有进展啊。北京邀请我们金门县议会由我们议长带团到北京去做交流沟通，希望能够在10月1号之前真正的开放。两华观光因为政治因素限制强弱，虽然中国连续开放福建居民去马祖甲金门旅游，学者认为，那这开放离岛恐惊实际帮助不大。陆客如果可以到金门跟马祖，我觉得1个月要超过10万都不太容易，因为他只有到金门而已嘛，过半的人都会是一直游，那会留下来过个1天的人，大概不到半数了。虽然效益有限，学者认为开放去金门依然是两华恢复正常旅游的一大进程。官府强调，金门观光容量已经准备充足，期待透过开放，和金厦小三通重回疫情进程的愿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